再来看台中太平区的番仔路庄土地所有权的争议哦，地主伫林家祖厝在内的4户的林家厝搭拆除的公告，自救会伫昨半暝就进驻要来阻挡拆除，保护家园，毛民众来声援。地主的代表是强调讲，因11件的诉讼案，其中的7件拢拍赢，所以拆除是完全合法。 祖厝的边仔捡几啊块白色的铁皮围条咧，外口个人喷红漆，写大大一字讲要拆。台中太平的番仔路庄土地所有权登记已经拖48年，地主伫林家祖厝打出公告，讲初六就要拆。自救会会长林秀芬前一天半暝就走入遮，甲庄仔来自豪讲好，分别做暗号，要共同守护家园。昨天晚上是大家讲好，如果他半夜来拆，我就把哨子一吹，村庄的人都会出来，因为我们只能挡啦。 今年4月，台中地法院强制执行，要拆林秀芬徛家。当天，警察甲施工人员强制清场，甲现场50来声援的民众爆发冲突。林秀芬去警察跟随外口，今仔即个要拆是包括林家祖厝公厅在内4户，有教师甲学者特别来声援，希望保留这个古早聚落建筑。 大楼不是不能盖，土地也不是不能卖，可是老屋已经好少好少了。很希望可以共同努力把它留下来，变成所有台湾人的文化资产。林秀芬主张有财团透过人头地主偷卖番仔路庄万华平王公庙的土地，要拆除抢地，认为居民应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。不过，就目前在件诉讼当中，有7件是地主胜诉定案，有4件法院也在审。 市长的地主讲无人头这款代志，强调拢是照法院的判决，拆除完全合法。那他也在法院也跟不管在地院、高院跟最高法院，他们的律师都有陈述表示意见，可是法官都不采信。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在抗争。 自救会表示，会照文化资产保存法，甲台中市府申请订立聚落建筑群，审期有结果进前有鉴定古迹的效力，袂使有拆除的动作。不过地主说讲，自救会2001年就捌申请互人驳回，唔知即马抗争又果是合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